后来乡亲啊，咱台湾团结界嘅代表人物，嘛是国内私营嘅专家刘彦臣，伊嘅团结甲司法是伊嘅专长，捌办过古典28届，出版嘅专辑有35本。这届接受邀请到台中大墩文化中心来举办古典，展期到10月7日，乡亲有兴趣，听我安排去看伊嘅展览。 文字线条优美的旋转律动，创作意境开拓出生活的新眼界。这拢是台湾团结界代表人物刘彦臣老师的作品。其中一部杜延明读《山海经》作品以历史为主，搭配草书，将送予大墩文化中心典藏。那因为它是隶书，比较方正的隶书，好，那整张方形，好写出来就密密麻麻，所以我中间就加一些草书。 它呢是从传统出发，而且呢自成一格，各大奖项都得过一遍。方寸之间断出人生刀法婉转流畅，线条真有力。这摆展出的作品有书法71件，音乐260几念。刘彦臣老师研究出身，这摆古典毛真学生是慕名而来。不管是行草立传的混合，或者是那个像。 那个墨色的运用都非常的棒，而每一次看老师的展览都有不一样的收获。刘彦臣书法团结作品展期到10月7日，有兴趣的乡亲会使去欣赏。